丫的给我滚回去！哎呀，我喝醉了。你少来啊！你蒙谁呢？快起来！别给脸不要脸啊！快给我起来！起来！哎，我真的醉了。想什么呢？马上就要到8月15了，你们家8月15怎么过啊？我们家不过8月15，最多就买2套月饼。你们家呢？也是吃月饼呗，你爱吃什么馅的月饼？蛋黄莲蓉的。海洛因啊，老师先找你，什么事儿？你今天留下来，就是为了问我这个事儿啊？哎，不是，我是怕你憋在心里憋坏了。我和你说过吧，我妈是2婚。说过。今天那个男的来找我了，他让我搬回去和他们一块住。你答应他了吗？我当然没有答应他。最不能让我接受的是他说话的语气。他把我和他儿子比，把他儿子夸得跟朵花似的，用来反衬我是多么短见识。我跟你讲，我也特烦这种人。我跟你讲，你甭搭理他。哎，你要烦他，你就咒他，咒他儿子啊，明天就被车撞残废。哎呀，你丫是故意的吧？哎呦，我刚一来头就掉下来了。没事吧？你丫还笑？哎呦，哎呦！行，糖葫芦，一个糖葫芦，哎，给我来一串。上里红的还是要马上要的？下里红的吧。好嘞，来，好嘞，那谢谢，再见。拿着，吃吧。你咋就买一串啊？我骑车没法吃。倍儿甜啊！你不想尝尝？尝一个吧。给我吃一个。没有，吃了，别吃了。快点给我吃一口。甜吗？甜。真甜。没糊啊，快喝喝。其实还是吧，给我吃一个。我来一个。没有，不给你吃。银子，银子，我这道题没听懂，你给我讲讲呗。这题，把已知的条件都算出来，你就会做了。我算了，可我还是不会做。你再帮我看看吧。先把 E 的坐标设出来，m 和负 m，k a e 等于。哎，等会儿，你再说慢一点。来，我给你讲来，我帮你讲。哦，我懂了，我懂。哎呀，银子，我懂了。不行，你没懂，你不明白，我帮你讲，我肯定你以后不会再错了。来，懂吗？我懂了，我懂了，看没看懂？懂了。会不会？我老能不能再错了？啊？不错。你多吃点这个血，清血管毒素。小海还是不愿意回来住吗？甭理他那臭小子，我跟你讲，不给他点教训，他永远都不知道自己家里好。这样吧，
我去找他谈谈。你别找他，他不会给你好脸色看。就是因为他不给我好脸色看，我才需要找他谈谈，这样才能解开你们父子俩的心结。哎，行了，你别操心他，操心是你自己的儿子啊，他可是一直都生活在苦日子里，把他找过来那才是正事。哎，如果他要不愿意住我们家，那就给他安排一个房子。我们家古茂桥那块房子不是空的吗？实在不行啊，搬那儿去。那可不行，那房子是给小海安排的，要让洛英住了，小海不得跟你玩命啊？拉倒吧，看他那副德行，是不打算回来住了，我还给他留什么房子？我还是跟他谈谈吧，啊？行行。那洛英那边呢？那孩子啊，我是没辙了，他连见我都不见。要不我找他聊聊，我去跟他说一说。那孩子脾气特别倔，你可别跟他硬来。放心吧，我有分寸。我给你剥个螃蟹。好。哎，北京哪儿卖衣服最便宜啊？动物园啊。明儿陪哥们买点衣服去吧。行。哎，你会砍价吗？教教我。不用学，到那儿呀，你自然就会了。哎，老板，这个多少钱啊？这个呀，这个少39不卖。我是来拿货的。拿货的，拿货价20，15块。没这一价呀。那算了。哎，小伙子，小伙子，别走别走，你要是有心要呀，咱们再商量商量。没得商量。哎，得了，随便挑吧。这个啊，也就是你，这小伙子也太会讲价了吧。就拿这件。行嘞。还有别的吗？不要。哎，老板，这多少钱？这家啊，少200不卖。200。我是拿货的，15块卖不卖？拿货的，你就是今天来抢劫的，我也不卖。15块钱，开玩笑呢你？就15，不卖我就走。你呀，赶紧走，穷疯了吧你？你以为我这棉衣里蓄的是草啊？不卖，买拉倒。报告首长，人已带到。来，坐，孩子，坐。我想，你也猜到了今天我找你来的用意。我是你母亲现任的丈夫，也就是说，我是你的继父。你母亲之前呢去找过你，希望你搬过来跟我们一块儿住，结果被你拒绝了。我一猜，也就是这个结果。所以我今天主要的目的呢，就是以长辈的身份，对你的生活和学习提出一些意见。不能说是意见，是建议。谢谢。来，喝茶。对了，小伙子就应该有股子倔劲儿，这一点你跟我儿子很像。哎呀，说实话，你跟我儿子应该是同岁，他也很倔，他也常常不听我的建议。不过他在
牵扯到自己利害得失的大事面前，通常都能冷静地做出判断。我们男人嘛，活着就不应该为着那些儿女情长的小事，对吧？即便是为了你的父亲，我觉得你也不应该把自己局限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。你可能认为那是一种对亲人的负责，或者是忠诚，但其实那是变相的堕落。你不同意这观点也没关系。这么说吧，我可以帮你创造一个非常优越的生活环境。你可以选择不接受，但我觉得你不应该放弃这么好的一次机会。假如你足够聪明的话，你不应该记恨你的母亲，你应该拥有她的一切，来弥补你这么多年的缺失。啊，这个当然不是一种馈赠，或者是一种怜悯，这是你应得的。如果你不珍惜的话，那只能说明你不够成熟，而不能说明你有骨气。我想，您误会了。我误会什么了？我从不打算向江源索取什么，因为我从来没有把她当做我的母亲。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先回去上课了。陆英，你有没有把她当做自己的母亲，只有你心里知道。若有一天你能成才，受益的绝非我跟你的母亲。谢谢你。我认为我就是个人才，就算不走任何捷径，我也会成才。怎么样？现在还行吧。这岁数大了，就身体有点累。哎，没事儿。哟，回来了。大海，说今儿别走了，就在这儿吃了。好嘞，说的这么让了，我也不好意思走了。哎，没事儿，今儿你周婶做饭，亏不了他。今儿别让邹婶做了，换您做。这孩子，吃饭。大海啊，哎，陪叔喝一杯。好。来。这还没吃饭呢，怎么喝这么多？不喝了啊，不喝了，不喝了。算算，收了收了。来来，来吃点东西，大海。什么都没吃呢，怎么吃菜。